大家好，歡迎收聽獨樂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係一本書，書名叫做《你真係不必討好所有人》，由日本禪僧痴野進明先生所著。呢本書係一本俾容易受傷嘅人嘅心靈雞湯啦，教我哋點樣培養真正嘅厚臉皮，活得更堅強、更自在嘅。大家聽到厚面皮啊，可能會產生個負面嘅印象，覺得係指嗰啲唔理人感受嘅人。但係作者喺書入邊提到，佢講嘅厚面皮，其實係一種強大嘅心靈根源，令你能夠應對不愉快嘅事，唔向困境低頭，同埋豁達面對外界批評，亦即係一種強大、柔軟啊、堅韌同豁達嘅心。呢本書嘅目標讀者群就係嗰啲容易為小事煩惱啦，即係太在意人哋眼光，或者害驚受傷害嘅朋友。作者藉由佢禪僧嘅身份，用禪嘅智慧，教我哋點樣喺日常生活中養成呢種厚面皮，活得更開心。今日呢集，我哋會探討書中幾個核心概念，包括點樣處理人際關係，點樣轉換心情，同埋呢點樣活出自我。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呢，都可以有所啟發。咁活出一個唔需要討好所有人嘅人生。作者炸野進明先生係一個日本著名嘅禪僧嚟嘅啫，佢唔單止係僧侶，仲係庭院設計師，都係大學教授。佢嘅作品好多都會將禪宗思想融入現代生活嘅，幫助讀者尋找內心平靜。呢本書你真係不必討好所有人，就係佢禪意生活智慧嘅一個體現。本書嘅整體結構分為5大章節，包含咗從厚臉皮嘅基本定義到點樣應用喺人際關係、情緒管理同埋活出自我等等，係啦，即係呢本書嘅重點就係以禪嘅思考方式，教導你點樣唔再過度反應，唔再被外界影響啊，活出一個由內而外嘅強大自己。就首先，我哋嚟講下點樣對待其他人嘅言行。作者喺第1章面皮稍為厚一啲，堅強地活着入邊就講到，心思細膩嘅人成日都會因為人際關係而受傷煩惱。佢哋可能會過度解讀其他人嘅無心之言，覺得對方有意針對自己。但係其實呢，面皮厚嘅人對其他人嘅言行係好嗰種遲鈍豁達嘅。作者指出即使聽出話中帶刺，亦都唔會在意，因為對方可能只係一不小心啦，或者咁啱呢一刻心情唔好，並唔係帶有惡意。過度反應只會搞僵人際關係嘅。作者分享咗一個方法，就係當你俾人激嬲嘅時候，學板橋興宗禪師咁做幾次深呼吸，你心中默念3次多謝，或者默念冇事，冇事，冇嘢，冇嘢嘅。呢個做法可以預防過度反應嘅，起到一個盾牌嘅效果。例如我之前喺公司
有一次同同事開會，同事講咗句：你呢個做法好似之前都有人試過，但效果麻麻嘅。我當時聽到咧，心裏邊有啲唔舒服，覺得佢係咪睇死我？覺得我能力唔夠，但係我即刻停咗一停，深呼吸咗2次，喺心裏邊默念冇事，冇事啊。咁啊，然後就諗啊，可能佢只係講出事實，提醒我可能遇到嘅問題，其實係冇惡意嘅。跟住我哋再睇下作者點樣講比較呢件事啦。喺書中，作者提到禪最討厭呢種比較，好多人嘅自卑感都嚟自於同其他人比較，覺得自己唔夠人好，無論係工作能力、外貌，甚至係生活條件，都會令自己縮埋嘅。作者強調，佢同其他人做比較啦，樣啲都唔可以改變自己，咁就而我哋成日覺得隔籬飯香，往往都係一種錯覺。佢建議我哋要放下，即係拋開嗰種比較嘅心咧，捨棄同其他人比較嘅心，可以活得更輕鬆、更豁達啦。當我哋唔再向外比較，我哋嘅目光就可以轉向自己嘅內在，審視自己有咩進步啊。呢個內部比較先係真正有意義嘅成長動力。就好似我之前有段時間呢，成日睇住社交媒體，見到好多朋友個個都去旅行、買新樓，心裏邊就會有少少灰，覺得自己點解好似原地踏步咁啊。後來我睇到呢個部分呢，就諗翻自己，呢個咪正正係我對自己嘅內部比較。點解我唔試下從比較其他人嘅焦慮中解脫出嚟呢？呢個就係內部比較嘅力量咯。我哋成日都好在意自己嘅短處，覺得自己係咪唔夠叻，做唔到某啲嘢。作者喺書中就話，人似乎都有咁嘅傾向，對短處特別敏感。同時間，好多資訊都話可以幫我哋快速彌補短處，但係作者提醒我哋，彌補短處需要耗費極大嘅心力，效果亦都未必理想嘅。倒不如將注意力放喺自己嘅長處，咁我長處會比彌補短處嘅效果好好多。更重要嘅係做起嚟嘅時候都要開心，就好似有啲人驚公開演講啊，可能覺得自己唔夠自信啦。但係佢哋可能好擅長做背後嘅策劃工作。咁書中講到，如果驚企喺人面前，就試下做一個支持者，喺幕後發光發亮。只要得到，如果冇咗嗰個人支持，就冇法完成呢件事嘅 comment， 就已經係一種成功啦。我曾經有個朋友，佢講嘢唔係好叻，但係佢寫嘢寫得好好。每次開會佢都少發言啦，但係佢諗嘅市場策略往往都好精彩啊，幫公司贏咗好多 project。最初佢都覺得自己唔夠口才，好自卑，覺得自己輸蝕。但係後來佢專注發展自己諗 idea 嘅長處，成為咗公司不可或缺嘅同事。呢個就係將短處逐出視野，聚焦喺長處嘅厚臉皮嘅例子。咁再嚟，作者提醒我哋，天不怕地不怕，即係唔使諗太多，馬上行動。即係社會成日都話要深思熟慮啊，但係其實諗太多
就其實行動唔到。咁禪宗嘅禪即行動就係教我哋要先行動，即使有啲難搞嘅，與其諗到縮沙，不如先行動啫。行動總會有反應，都算係同對方結下咗緣分咯。就算結果唔係即時成功咧，件事至少都開始咗先啦。作者仲引用咗日本實業家齋藤一人嘅話，運勢依兩個字可以寫成運送氣勢啊。咁即係話有氣勢先會有運勢。對於我哋呢啲成日諗太多嘅人嚟講，應該要有體感咧，而要體感咧，咩嘢叫體感咧？咁樣親身體驗行動帶嚟嘅變化。就好似有啲時候咧，就你可能 plan 緊去一個陌生嘅國家旅行，但係你又會驚搭錯車，驚溝通唔到，驚行李寄失，就係咁樣不斷咁驚，搞到最後都冇動力去啦。其實大膽去試下，就算遇到困難，你都會學到點樣解決問題。嗱，呢個就係作者講嘅天不怕地不怕啦，用行動去感受，亦即係親身體驗行動嘅力量啦。最後講到專注嗰個禪語一行三會嘅，解釋咗專心投入做一件事嘅重要性。仲要抱有正直嘅心，傾盡全力去做一樣嘢，即係做到同嗰件事融為一體嘅。當我哋全心投入嘅時候，就唔會有對結果恐懼。就好似你專心做一份你中意嘅工作嘅時候，唔知不覺時間就過咗，你根本唔會諗到其他嘢。作者提醒我哋，結果只會喺最後自然產生，自己絕對求唔到嘅。我哋應該將精力放喺眼前嘅工作上，用正直嘅心去投入，咁樣無論結果點樣，我哋都可以坦然接受。我以前做大學 project 咧，成日都會諗住點樣攞高分啦，搞到個過程好大壓力。有啲時候反而因為太在意結果咧，會變得綁手綁腳嘅，表現得唔好。後來我學識將注意力放喺點樣做好個 project 上邊，反而冇咁大壓力嘅，做得更開心啊！結果咧當然都唔會差啦。呢個就係專心投入，能夠帶來輕鬆嘅厚臉皮嘅心態。總括嚟講咧，呢本書嘅核心思想都係教我哋點樣從內心去培養一種強大而柔軟嘅心態。即係作者所講嘅厚臉皮，唔係叫你無理取鬧，而係叫你唔好過度敏感，唔好俾外界嘅評價同埋比較所困擾啊！我哋成日都俾無形嘅壓力推動住，好多時都會因為一啲小事而轉牛角尖噶啦。呢本書就係鼓勵我哋要學識放開啊，專注喺自己嘅成長，同埋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我個人覺得，自從我讀咗呢本書之後，我對好多事情嘅睇法都有所改變嘅。例如以前我做完嘢，會好在意人哋點睇。如果有人講句負面講話，即係咁，我成日都會耿耿於懷嘅。咁但係依家咧，我會嘗試將注意力擺翻喺自己嘅進步上面啦。問自己係咪已經盡力，仲有冇可以做得更好嘅地方啊？呢個轉變咧，令我嘅心境平靜咗好多，個壓力都少咗咯。
如果你係好容易受傷嘅人呢，或者你淨係想學下點樣活得更自在，呢本書都會俾到你一啲啟發啦。如果你覺得成日俾人際關係困擾，或者成日都覺得自己唔夠好，呢本書絕對值得你花時間去閱讀同埋思考。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今日嘅節目。你對厚臉皮又有咩睇法呢？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記得訂閱、like 同埋 share 條片俾你嘅朋友。下次節目再見，拜拜。